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元朗分行嘅利嘉閣 Cindy， 喺呢度預祝大家新年快樂，2026年順順利利。今日帶大家嚟睇嘅係新鴻基1號系列嘅 YOHO Midtown， 帶大家睇一個兩房緊廚實用戶型，我哋睇埋落去。單位507尺，屬於兩房緊廚間隔，門口右側已經係緊廚房嘅位置，廚電都尚算新淨，而且配上明火煮食。出到嚟客飯廳一睇，向前行穿過客廳，到達露台位置，景觀開揚，坐向南，近望內園泳池，遠望市景山景，睇到成間屋嘅牆身地板原業主都保養得好好。客房方正實用，洗手間乾濕分離，而且仲配有浴缸。主人房有衣櫃位收納，輕鬆做到三邊落床。景觀上更靠近內園，同樣廳房同向。如果對以上單位有興趣嘅客人，歡迎揾我睇樓啦！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